庭美丽小姐，讲话实在无义气。我在问伊要去倒位，颠倒对我发脾气。 车顶美丽小姐，讲我实在太容易。3年不是下车飞机，叫我怎样送你去？ 无啦，我是看你水搁多水啦。你在家不事情。3年车顶美丽小姐，青春十八的年纪，要人笑容遥遥多水，人都会欢喜。 车顶美丽小姐，有缘牵你来相见，像你这款青春年纪，人人都